手術之外，根治坐骨神經痛嘅最好方法，坐骨神經痛、下肢麻痛、放射性疼痛由屁股至足部，都係由椎間盤突出或椎體移位形成。多數醫生都係會建議你做手術。如果係椎間盤突出，會利用微創椎間盤切除手術，將突出椎間盤嘅切除。如果係椎體移位，會做腰椎融合手術，避免椎體移位繼續惡化。但係腰椎融合手術限制咗椎體嘅活動，甚至出現鄰近節病變。為咗避免呢個問題，改為置換人工椎間盤，即切除並且代替原本受損嘅椎間盤，患處置換人工關節，既可活動，又可避免鄰近節病變。不管係微創椎間盤切除、腰椎融合或置換人工椎間盤，都係入侵性治療。以上手術都有風險、併發症同埋後遺症，而最安全有效嘅方法，體外腰椎立體牽引器嘅保守療法，利用4支升降桿設計，平均分散牽引力喺肋骨同盤骨嘅前方同後方，立體精準有力拉起椎體，使突出嘅椎間盤回納，擴闊椎孔，直接減少神經受壓，解決坐骨神經痛。免費試戴服務現已接受報名，推廣期內成功預約即可享有交通資助。立即點擊以下連結預約免費試戴。